给你带来个秘密武器黑马盖。野草，这个好像听说有趋吉避凶的功用哦，那你们需要吗？我好像也需要保平安。啊，你要痛惜黑马盖。这就是甲下治疗不通的用吗？哦，我就是想说，哪一天做肚兜卖麦芽糖啊，就做个新 Q。遇到了。遇到爱，转角遇到麦芽糖爱。它是我们新竹在地在耕种友善土地的一些农作物。我以为是做用在地的食材。无管人家就都看出来是公妈做阿婆的吧？那你不信？你还骗妹腿，你还艺术品呢？那这太美了吧！ 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我要苏坤一家之主，係民族。中白腔，开车都伫在客家人呢，唔但唱係嘻哈，客家呢當慶天數年哦。今日來到現場來參與嘅一個潛水者，全部都係沙飛當中人家講啊，熱心公益的人。馬上來分享到嘅係評審先生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他真的很熱心公益哦。志龍師傅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龍。兩個好，一家之主，人道的代表林訓基林師傅。大家好。好了，分享到風吹呢，風吹嘅係兩姊妹哦。分享到嘅係福利記老研究記。大家好。哇，唐家上進動青春呢哈。來，看下藍翠的鴉片哈，係來自新竹市嘅良知所范燕秋、劉秋玉。 范阳，今天有2個燕秋哎，有哦，燕秋跟燕秋，請教一下哦，你也到了自行做師，也特別有乜嘅手機好高好食好料誒？17公里海岸線凍豆好料，凍醬哦，跟有西洋凍醬，還有個騎車的彩虹步道，但全部走的，那邊是不是？對，做得起市場餐呢？對，兩下走的。 去到個好望角哦，按到17公里海岸線啊呢。咱這裡片嘅強龍來自新竹市，我會紹介一下，是一個好像撈沙器嘅有使用慣的素材哈。我哋都主要梁山係做社區規劃師。你梁山係咪有設計咗嗰個食物森林嘅素材啊？我哋都主要每天等你下環保局新竹市環保局哈，有啲。 主導食物森林，就係有樹誒，有可愛嘅灌木，然後有花草，安尼就係變到講，有需要種乜嘅植物，生活上還用得到誒，做到應用得到哈。所以我都兩隻主要配合嘅活動，我都係到新竹市動物園獨行嘅食物森林。剛才就講到新竹區啊，非常的一個市中心嘅所在。哇，咱做的有一塊地。 當你搬台英設置啊，可以感受一下那種耕種面啊，太好擺那種農業生活啊，食物森林的概念真正動好呢。我們從古時就發現到新竹市也特別，做在講係人文薈萃，含個歷史老現代富雄氣中嘅一個好素材。唔過，馬上就來進行踢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歲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。 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士咯！都係呢個關呢，各族都會拿出副卡清厲害嘅東西來咯。先來看一下，風吹一個福利機，一個係乜嘅？用傳統嘅態度，用潮換出來嘅麥芽糖。 自家做嘅嘛？係啊，自家做嘅。你自家做嘅麥芽糖？唔錯。有副卡都會買係冇？係啊。哇，一檔針就當軟條呢。係啊，以前嘅人全部用呢來生啊，感冒啊，有嘅冇嘅就用呢來生。家見面哪呀？自家做嘅麥柴燒麥芽糖啊，我來編料理有那麼名嘅咧。 早就遇見幸福。哇！我跟你說，我最近上節目都有一種幸福來敲門的感覺，很像那種來電50的節目。真的，而且呢，我們的遇見幸福還有用烏誒，係嗎？烏誒，我天，諧音，而且還動好。他超愛芋頭的，直接先給分了。沒錯。好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謝謝。好，加油！好，來看一下咱出嚟一片哦，動厲害。 10年以來唔識看過，來，給你帶來個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野草，艾草。耶！哎，
这个好像听说有趋吉避凶的功用哦，那你们需要吗？我好像也需要保平安。不是这样保，不是这样，不是，你要诚心诚意。好啦，咁我唐公你要动厉害哦，你要咩去办的艾草，你要就系刚好就小街道的食物森林地不会独有种诶。嘿，对，因为你安尼了食物森林就系爱本大家乡下咧谈法通，所以又适合乜嘅种乜嘅。哦，艾草咁讲，日本来讲吼，泡茶外地，韩国吼用到该门外面呐。没有做捏板啊呀，都会用捏板的系嘛。哎呀，我今日那里啊，叶儿吼艾草做乜嘅料理，菜苗按到乜嘅咧？艾香养生茶点。哟，好健康茶点，就好你啊系下主条的时间，哦，等下本台个时间下午茶，好冇？好。哦，等下比赛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其实啊，公正爷用竹带来的料理，我们之前都不曾吃过，很特别。好，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哦！我哋开始做咯。梗系新朋友冇？冇唔错。这是中秋节烤肉的吗？春下来啊！特别准备的啦，特别准备的你讲烤迄啦，迄啦。不是不用油吗？唔是，佢本身就有用佢本身咧煮嘅油。你啊，全部还养生吼，你每一次都按油。刚刚一直想说他另外一位队友刚刚去哪里了？对啊，他在做处理你的芋头，要去看一下。哎呦，不，你正常用熟了面啊？系啊，人家不是说面豆不会喂，开系嘛，唔痒啊？因为吼佢唔会啊，唔好种到水，唔会。哦。燥的时间唔会开。强风力强用哦，唔整做唔得种到水我种到水就唔会啊。嘿。抢购一下杨不卡嘛，猪牙跟芒芽糖的卖几多年呢？1-2-10年了。哦呦，真的很棒哎！那真的会有小朋友说我是吃你的麦芽糖长大的？有哦，人大家很爱讲叫做赖春嘛，很爱阿婆啊。哦，赖春阿婆，赖春阿婆，赖春阿婆。好，哎，你先枸杞款蓝水哦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两片，有没有准备红豆料哦？你系头沙。头沙系嘛嘅？绿头沙。绿豆跟那个，我先绿头会先煮好，像煮饭一样。这是老胡同 Q 哈草吗？嘿，然后胡同比天天的火它用，开始用哎。这跟我煮红豆汤一样。这样绿头会落来。这样那边又是什么？哎呀，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？那个太厉害了！你们准备食材比龙哥还多呢。对，抢色的迄个安尼介绍那个捏菜，做捏板，捏，好，啊捏板包乜嘅？捏啊地包包绿头沙。对啊，绿头沙。哦，就系料。嘿。然后做两口。绿头沙还有批咸的老咸的两张米，有咸的哦。咸的是包什么？没黑绿头沙。待会每个人咸甜都可以吃到吗？做得。太棒了！然后韩国拍黄色的料，迄种落姜黄。姜黄，料系姜黄。料系烟梅。烟梅。今天两组餐组合组合料系养生料理。老师，料痛死系嘛个？迄组系加下煮料不通的姜妈。哦。姜妈煮加吼。唔系出家煮的嘅姜妈嘅汤水袂辣，我系走比学到嘅姜妈学走的，就用汤水落去煮。就显得要发锅的啦。嘿。我们教一下大家怎么包好了。对，摊平来，然后捏一小坨，然后放进去。收口嘞？收口就是这样子，这样。有点像包小笼包哦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都要做红豆的染哦，等一下煮汤的，也是煮燥的。煮燥的，爆好以后哈，等下啉一些咧料糖浆普通的汤水伫当过。你一般说的牛温水系浸到汤水煮放的，你较贴的，因为你应该看冇色按甜，所以米头表面油就好诶。就啉到当过做。所以要煮的是牛温水的糖水。无糖水。好赞哦！这是纯的嘛？对。摩卡其他的。就姜妈嘅。好，我们等下都做来哈。好。哦，然后声音哦。好。哇，好香！哇，等下片没动厉害呢。麦芽糖。哦，那个
个超赞的。这个煮的，嘿，哎呦哎呦，怎么一大坨？没关系，它会慢慢不要慢慢的用给它们用。嘿，因为用。我可以吃吃看这个麦芽糖吗？可以。对啦，你啊还有步骤的，安尼摇啊起来，对啊，两要变球油，它是炝锅还有呢。哇，哇，哎，你都成为那朵同学的小朋友呢，莫样啊哈！唔会，这个煮的麦芽糖唔会饮。你不要给我太幸福了，而且没有很甜，很好吃哈。嗯，冰奥落去也虚接了，它也不会粘汤匙，超棒的。我给它碰，然后买呀给。所以你要选零分呢，就是等一下画龙点睛的一种。咩蛋肠系煞通的梅时啊用。主区哈梅色节目係咩就會會到咧？我就是想說，哪一天做獨豆賣麥芽糖啊，就做個新 Q。遇到了，遇到愛，轉角遇到麥芽糖愛。總會什麼遇見什麼？總是會遇見幸福。早就遇見幸福啦，被你牽走了，真的。你相信啊，我讓牽走好，謝謝啊。你知係要拉人摩托嘛？凍排聲，嗌涼晒全部三計買。哇，幹嘛？幹嘛沒做對啦？幹嘛沒做對啦？青江菜摸落去切過。呀，等一下是擺盤用而已。哦，好了，可以。有點沙沙。這個豬油沒去改用的嗎？嘿。哦，這個也很棒。嗯，但是油蔥係嗎？嘿，油蔥樹。我覺得我們這道菜一定非常好吃。對啊，你看兩頭錘有很厲害，你那邊係麥芽湯，然後那邊是富湯。我敢大膽的說。丫的做一菜可以跟師傅比哦。這個剛剛已經芋頭炸完之後，就放了蔥油酥在裡面了。大家胡椒粉嗎？這還沒，等一下。我們這樣會很想吃。哎呀，有熟了。下去翕啊。嘿，錯。你看尬掉胡椒粉是做在上菜你的愛耶。對啊。剛剛嘅麥芽糖落去啊嗬，我一見肉邊都含個鹼頭，嘿，所以落去當鹼頭。非常好吃，偏重有你黑色仔的嘛？哎，你啊还是在哦，你不吃小鮮肉？你有聞到嗎？麥芽糖加落去過後，也個甜味。媽媽，喲，懂香呢，真的好香哦。哦，你聽見係香火解就開出來，做對，好，我先高興下哈，好。哇，怎麼比呀？這兩組真的太強了。磨糖慢火，等佢凝固一下，就會像安尼。好，然後你係學過嘅薑嗎？嗯，係。倒落去。係，倒落啦。因為時間嘅關係，要先學好。所以等下出好了，他就買步驟啊。等下吼，我擺盤甲下，我從我加了加炒嘅頭沙，了係鹹味加下炒嘅甜味，後邊我咪放一些咧了香菜啊。因為當到人食糯米唔得，食糯米會爆氣，吼，然後加了香菜嘅個甜嘅，安尼食就較唔會爆氣。哦，係。對啊，講到擺盤哦，我小解一下，人家盤了冇？擺盤。你們社區在賣盤子哦？哦，我哋都冇賣盤咧，要乜嘅就用乜嘅擺，像用樹葉嘅做盤咧，都沒有，安尼賣安尼擺，係。好，那這邊差不多，我們就來倒數了。哦，加油哦！現場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體驗地圖，各家媲美武器變做料理，來做較讚的哦。我們剛才呢，時代好多都講哦，下一關都到勇敢賽，兩組可以了，太棒了！我們現在吃這個呢，紅炊這鹹的哈，哇，肉已經有醃到了，越清越清我跟你說超好吃的。你水下薄，係咪水後上嚟糊啊？香港嘅檔背哦，還有3千肉，水果還有豐足，哇！會有些火鍋哈。老正一個3層肉叫阿娘食，最主要係一個3層肉有些滷鍋嘅，係滷結叫嘅，就先滷，就成滷嘅，就成之後也還有食最近當圓潤嘅，好好吃哦。已經叫之前之後用飯，但像是唔會按鹹，做得按樣食。
我理解你吃中用班，唔喺每食咧饭啊，让拿来哦。啊，莫两下去搞一食咯。这样因为这样子咧，嗯，吃中用班，有全部用音咪，家下嘅蚊牙同落去啊，嗬，每一件肉變到很加檢頭，嘿，食落去當軟頭，非常好吃。真緊好食。手牛啊，這攞any粉用下個口感啊。兩蚊啊落去吼，本個豬肉清嫩，係唔會食到會泡泡。大家問一下燕秋姐，你覺得他們做的怎麼樣？芋头是我的最爱，然后第一次吃过这种做法，真的很惊艳。好吃。因為魚兒去本身的時候，當甜當香，哦，增加了麥兒烘以後，哎呦，它的甜味更加提升。冇強用的做法，大家轉去我卡做啲試看。不過，你下攬出來當厲害哦，全部係去吃個食物森林中的東西。你下攞試看，你下吐出來溫度。愛香養生茶點。哦。那這個黑糖薑汁好好吃。已經為本大家上到個牛粉水嘅感覺，不過因為牛粉水底部都冇包東西，你下底部都係主動叫嘅，家下要用綠豆沙，係唔會死甜。最主要而家係已經做嘅依叫嘅啊烏糖糖膠，老丁啊嘅薑麻落去做嘅要麼，當站掉就像客家牛粉水咁樣。必須嘅嗆這兩種，家下就講係艾草口味哦。耶！那煮的話很好食，因為它的艾草的香氣，然後兩個凍乾米啊呢，真係凍在這，而且它做這種適口大小。跟求進之後用版，用嘛嘅滷嘅湯啊，凍鹽味。不過喺碟買食到嘅要用薑黃做嘅糍粑，凍特別，凍特別好。這些菜又唔會有負擔，對，凍好食，凍厲害。我理解之後用版。以後食啦，你下就會小而美。哎，因為一口嘟嘟，安尼一再一口清嘟嘟吼。也是同時安尼，還有黏嘅黏。哦嘿，今日倆喊味口味度吼，我係要落一絲絲嘅油蔥酥，來打夾味頭，但是冇薑蔥安尼，係一些的調味啊。點綴一下。哦，我問一下燕秋姐，你覺得自己做的怎麼樣？我覺得黑糖薑最好吃，真的黑糖薑好好吃哦，對啊，好香哦，去寒。哎呀，無論係熱天也係冷天哦，都是很適合吃的一道菜。對，哇，哎呦吼，大家咪就講到，因為兩組安厲害嘅對手吼，都到強下咧。對，等下就要看下師傅應用版評分咯。一關一天都難評分的啦，迄個有兩支牌嘅話，拍出兩票都會接注意嘅吼。好，現在請阿志龍師傅搶分數。風吹嘅好，等下考一下迅吉師傅強部分數，冷水嘅真的都是兩個都太好吃了。這種狗，我想你應該是想問我們秘方吧？涼脆，正要老也40幾隻講嘅長安之勢，本來就按好嘅食落啊。一兩樣菜整完都係十分好，冇乜嘅好挑剔啦。但是它又講下，人家都有注意到嘅重點啦，哈。像風吹鴉片呢，就會麥芽本個牛有較軟身，所以食落入口有較軟，當好食。不過加上呢，人家風做自家做落當好，所以呢，所有嘅甜鹽嘅甜全部都在裏邊融入，就整然有幸福嘅感覺。啊，讓人講上岸知識，謝謝。哎呀，蘭翠呢，咩係做得十分好，當濃郁嘅椰香味，薑黃。人家做嚟十分有薑黃嘅味絲，啊，再加上一兩樣當天然嘅東西，一當咱表現講佢自家本身嘅味絲嘅東西，本日就表現到係因為十分好。再加上呢一烏糖老薑嘛做嘅，當然因為也俾佢一個幸福嘅感覺，所以都要感謝市長姐姐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哇，你有誠意啦，很誠心感謝。好，來看一下迅吉師傅有乜嘅冇強嘅評論。我講嘅志龍師傅都幫我講嘅，哇，兩片整件都懂好食，我試到就有像個是個套餐嘅感覺，有鹹有甜。啊，風吹兩片呢，我剛才就試到個鳳爪，本來粗薑嘅，嘿，用法會爆漿咯，對，係懂好食。我冇試到個鳳爪會按好食嘅整件，哦，還有個麥芽糖啊，本來個肉色啦，凍漿凍涼凍好看，哎呦，感謝。哦，南推兩片呢，我一開始就先吃到個薑麻個香味，
還有個梧桐嘅桐嘅香，哦，真係本來促進很好先。我當時看到評審先生咧，從頭到尾都會懊惱嘅啦。兩茶都知我講按暫地位料理，真嘅係十分感謝。不過，接下來兩組都先休困一下，因為看一下你嘅這個蔬食小王子盛智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啦，睇自家分享哦。食材好料理。我跟你說，每次盛智師傅會做料理的時候，我都超期待，因為我最近吃的越吃越素了，而且我會發現到。盛智師傅呢，他很厲害，他把素菜給他新的樣貌。你會再一次愛到摘菜。哎，真嘅。現場有你係實在嘅嗎？有嗎？冇。哎，你啊，還實在哦。你不吃小鮮肉。啊，今日做摘菜係乜嘅？客家挑夫子豚骨拉麵。哇！豚骨的部分，然後做個摘菜嘅豚骨湯底。錯，家下講到重量，豚骨有冇做摘菜？來介紹一下，我個豚骨嘅顏色呢，係來自個燕麥奶。哦，先當然做唔得鮮牛奶，哦，用燕麥奶。那因為燕麥奶裡面有個腰果，嘛你永遠做唔得鮮，然後就用跳奶嘛做得。哦，用跳奶，還有水，哦，拉麵、玉米粒、菠菜啊、木耳薑。還有吼靈魂挑夫子，本件就個客家嘅元素，還有洗起來呢，個湯頭會較濃郁，吼，還有個味噌，哦，一開始我就先撈了個麵蟲呢，本件做了個燒肉，哦，先來做燒肉，哦，這個可以做成燒肉，做得，吼，燒肉係液態片沾沾呢，我唔錯，好，按用本件開，吼，本件開起來，按用開起來，拿個竹籤，吼，本件。切好去，竹籤嘅，哦，竹籤嘅，竹塊嘅，哦，本件切，哇，你下會烤係嗎？本件先炸鍋，用炸鍋，再來呢本件燒，哦，咁樣就都做得變下去咧。哇，咁想用韓國語音處理麵蟲呢？哦，還有個菠菜，哦，本件切斷。那怎麼會用國菜啊？青島嘅拉麵會用搶菜。哦，我自己懂好食嘅國菜。因為你是大力水手。係啊，適當嘅就。啪啪啦塞羅麥，咁我講布布哦。有年紀啊，有年紀啊。他學北海小英雄時代的。小甜甜嗎？小甜甜年代的。恭喜大家回憶了。這種事。大概哦，本件先通鍋，本件通熟啦。等下呢擺盤就做得了。哦，冇轉叫。可能大家係提出扮演出選舉師傅，咁個幾最厲害嘅素材係講，就是把一半平常時係選牛嘅朋友，也可以愛上吃素。那個木耳本件通一下，我用個新鮮嘅，新鮮而家膠質會較多，本件倒起來，本件燒有溫度就做得了。OK， 好，用個水呢撈了個。拉麵，本件通一下。這是黃麵還是拉麵？黃麵哦，黃麵，一般黃麵就做得了。本上嘅就會熟嘅啦，本件有個溫度。好，我覺得拉麵跟麵也是非常重要。對。好，還有個那個燕麥奶。跟哈布漢就得霧霧哎。了解係它的成分物。煙袋哈。好，還有個水，好1:1。可是燕麥奶有很多口味耶，所以有特定哪一種口味？我會買個原味嘅，冇甜。冇甜，好。呢一片呢，我嘅燒肉，我就會撈佢炸鍋，本件底度呢撈調酒，調酒，還有個糖1:3:6，好1:3:6，1匙嘅糖，3匙嘅調酒，還有6匙嘅水，哦，本件做個照燒醬，照燒醬，呢個呢就本件撈好去燒，還有撈個味噌，味噌。在它湯底裡面，先本件做個過篩，過篩，兩件就有個崩條啦，冇好看，本件先過篩，它咩下潤啊，係潤係，還有天婦羅，本件過篩一下，哦，比例就正差嗎？撈一絲絲的就好嘞，呢片呢就撈一絲的個香菇粉，本件就個香菇粉就係香菇用棗，本件打到碎碎嘅，而就有個香菇嘅味道。哦，還有薑嘛，切啲絲絲嘞。我好期待這個湯頭哦。係啊。因為我一下很想唔出來，米頭都當溫用版。哦，絲絲嚟嘅薑。拉麵最重要就係個湯調住挺愛好。對。來絲調住喎，來絲調住。咁我加調住喎。
这感觉超赞的。因为我不一走都是送熊尾雪的。燕秋姐，你是不是想吃这个色彩？对啊，两片走满玫瑰花。来自调酒哦，哈，来自调酒。他们搞调酒哦，豆浆雞豚骨拉麵哦，豆漿雞哦，咁嘅時候都找。其實這個顏色就蠻像豚骨的湯頭。你需要一點什麼東西，你知道嗎？油花。油花哦，對對對。哇，這是懷石料理。林熏雞呀。裡面怎麼有？還有寫菜名哦。對對，昨天下街啦，麵吼本日用上來。這兩麵浪浪的落去就好了，就好嘞。加鹽湯過嚟。哦，點下就該哦湯頭。通常是冰鎮，可能會下河嗎？唔會，冰鎮係涼麵啊。哦，湯頭就本日用上來。天哪，這感覺超讚的！因為我不一走都是送熊尾雪的。燕秋姐，你是不是想吃這個色彩？對啊，看起來很棒。你剛剛有學起來嗎？有。OK，好，還有哦該料，有該奇蹟的存在哦，真正係實在的朋友的福音啊！我覺得這很棒。哦，菠菜還有木耳。啊，我們也要誇獎一下這邊煎的肉呢。哦，對啊，懂講。哦，還有在煎是不是？用等下可能有煎到不給秀。按就差不多誒，哦，按就差不多。哦，還有該哦包肉。入味好香啊！天哪！哇，又強哎！哇，這個燒肉嘞，應該空肉。秦瓊嘞，這種師傅不錯哦。OK，哦 OK，有點像燒肉哎。像個貴地排骨肉樣啊。有像有像。切落去好很好調。你講有皮有肉哈。對。有肉。哎，我被你迷幻了，哇！也有一點像那個鰻魚耶。對。哇。還有該哦海苔。你就都要從排骨。排骨肉啊咧。大概不用送去就好了。哇！來，好讚哦！好。客家挑夫子豚骨拉麵。那你們去後 C 咯。好，來首先嚟看下師傅都做料理嘅時間，睇起來已經看到冇煮都冇辦法食去了。用白人講呢，第一擺看到呀嘅實在嘅豚骨拉麵，睇起來嚟吃看哦。睇呢小米當中，就是呢加入呀嘅豆腐葉和加米醬落去，增加它的湯頭嘅層次。跟住之前做用版，真是從安尼是該混的醬料。湯頭很有層次感，而且那個素雞也很香，很有入味。對，當擺啊吼，有個芒芽糖個加起，好對對，冇問題。都給它照燒醬，對，給它照燒。加嘿，會加素雞。你是多少生嗎？哦，然後是。因為吃素，所以不太喜歡吃麵食類啊或者米飯類。可是它的那個麵真的吃起來很有 Q 勁，很好吃。而且我也不喜歡吃薑，它的湯頭雖然放了薑，可是那個味道真的很搭，很棒。哇，真的加薑好棒哦哈！對，你提醒到我重點了。跟麵蔥啊，拿嚟炸過後，再用醬燒，跟面頭幾隻豆類，佢哋油都紅炸過嘅，嘅香味攏出來。所以撈安尼嘅排骨肉食起來，唔輸一般嘅排骨肉，我只有比較較好食。好兩個，啊不，兩個。你就買個上巴嗎？誒，給個湯頭當個層次啊。第一道呢，就會拿起來批嘅時間呢，淡淡的麥片嘅小米啊，燕麥嘅小米，嗰個又有味噌，又有人哋豆腐葉，好，所有嘅米絲全部合強下，再加上夾麵。絕對有湯汁，10分的好食，因為也係當好嘅一個菜菜。真的，都讓現場10多位人全部都驚呼連連。故說各位觀眾朋友，料出深知識不開的私房料理，每做邊都讓不開太脆哦，唔吃做看呐。挑戰一畢業，馬上就要來進行最杯米一館的挑戰。百變料理網。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定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
亚馆唔但只係比美食，沒有比創意哦。到底乃吹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吼，看到一家之主研究的以後吼，大家就談過有隻食物吼，按到薰仙自選，神仙之食。哦，唔啲係嘛嘅東西哦。今日主題是採取咗安樣嘅名。好，日日打開嚟俾大家看咯，就係拜山。拜山哦，你啱用講佢係神仙嘅食物，我完全認同。因為呢到本草綱目地度佢就記載講，佢係個十分好嘅食材，佢說佢咩係一個漢藥食材。志龍師傅，想教一下，有冇哪樣嘅來編嘛嘅料理？第一，我們可以做日式的山藥麵線嘛。你可以講一個就好了。日式山藥麵線。留一點給我們講。你還有冇別的想法？以前就做過一種個白色嘅淮山，還有紫色嘅，把它做成個泥，把它捲起來，然後包成一個球，很像神奇寶貝球一樣，東後坤。安妮就蠻想法嗎？我覺得我會把淮山呢，然後可以拿去泡，然後有點像是吃呢，像是薯條乾這樣子。哦，好，總共呢要給淮山安好料理食材，都在這邊媽媽干呢，馬上就來進行最不迷關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有想到冇？淮山這樣來做乜嘅變化呢？風吹想教一下帶來菜苗都乜嘅？山藥海鮮煎餅，淮山海鮮煎餅。要有乜嘅特別素材，你對老太太講一下。你煮到海鮮結合，來做泰式醬，做蘸醬。泰國式的醬料，連下甜食挺合適，酸酸辣辣東西請開皮啦嗬。最不迷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來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內容啦，拜山做埋嘅創新料理咧，菜苗按到。涼拌紫蘇山藥。做冷盤哦。所以係咪遇到像冷麵那樣？係。剛好老師傅講嘅要買特別啊，冇共用嘅素材嗎？剛好師傅講嘅用到日本料理如何做嘅冷麵，我哋下禮拜用到嘅安尼客家嘅板條。哦。來突破一下嘅口感。哇！但像咁樣講出來，係日本大家非常期待咧嗬。最每一關呢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利用組隊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在開始嘍。我們先看一下這裡哈。我有聽說我們福里姐啊，她是我們新竹在地在耕種友善土地的一些農作物，所以我們就用在地的食材。哦，全部都在自己家裡。對，完全冇毒哦，沒毒的，無毒的。對，是讚哦。這條冇關人家就都看唔出來，就講媽做阿婆的吧？哎，你唔信？還有兩個卵咪係一家農場種嘅，係，還有兩條出來咪強藥，係。基本上你最上嘅都係佢全部就是冇有煮嘅牛嘅，聽聽啦哦。可能沒煮喎。可能沒有。冇啦，梗係冇。做啲老大家講一下，除了咧拜山啊、落海山之外，看到還有其他的凍澎湃呢，澎須啊，地包。兩是泰式醬給它微調誒，兩係檸檬原汁，嘿啊，這個是魚露。等下都夠鐘啦，好，謝謝。哇！你邊做埋玫瑰花？天哪！你做安尼金幣的板條，我要調整一下形狀，好，我比安尼較做得黏密。我也會做哦，真的。你睇條淮山冇共用誒，這是人參的嗎？我本地嘅。因為大家可能想到嘅冷麵都係日本嘅日本改裝，就用生藥絲的。對，但是呢條仲係板條呢。安尼客家你的美食來加強推廣。那是什麼？這個是那個菜蔬，我們那個用葵花油，然後用我們在地的食材，就是植物森林裡面的地批植物，比如馬齒莧啊、龍葵啊，然後我有紫蘇、薄荷，反正這裡面大概有20幾種的蔬菜，然後去煉成用這個油煉出來，它這樣就可以直接吃，很香。人家說有點像海苔。要做啲蛋腸血嗎？可以直接吃吧？對，做得吃就是。然後還有迷迭香，還有反正很香哎。兩片咩菜，你係藝術品呢？哎呀，這太美了吧！我們的雞呢，吃了我們的麥芽做下來的麥芽渣，還有紅棗，還是紅棗，對，
炒真是的哦，这是嗲的真是的。是不是想去当他家的鸡了？人家说有点像海苔，我们一般平常的菜叶子、地瓜叶啊，什么菜叶子都可以，大概有20几种，很原味，越多种类越好。哇，那其他呢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是这个油是什么油？就是用20几种蔬菜去炼出来养油，对，然后这个油超有香气的。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油来煎这个，对，好赞，就取代奶油。哦，哎，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，好，先让我们准备一下哈。好，这边怎么感觉突然在打架？那边靠近，怎么声音突然变那么大？哎，刚刚还没跟我会打成泥呀。哦，这边哦，啊，有的切丁角，所以它比较可以比较有口感，好香哦。就稍微炒一下，因为它会有水，不要那么多水，因为我还要调在这里面。炒过没？好用啊！嘿，然后打落来。嘿，哦，哇，你们种的韭菜这么漂亮。奇怪呢，爸爸妈妈没会种韭菜，但是种的太漂亮会被人家割掉呢。哦，因为他不是也会去割别人的香蕉吗？对。所以这个是加全蛋吗？是的。所以比例还就算过诶，加2加6。差不多。因为你也两冻豆。你要买粉啊？两是中筋面粉，还有酥炸粉。哦，这个鸡应该吃的很营养哦。我看那个蛋黄很黄很橘。我们的鸡呢，吃了我们的麦芽做下来的麦芽渣，还有红枣，还是红枣。哎，炒真是的哦，这是嗲的真是的。你是不是想去当他家的鸡了？那个又挺蛋吗？走在夹蛋吗？不要全部挺蛋的。然后一滴滴的油含嘛。它可以有一些某东西呢。哪个？还没有打爆啊！还没，这个因为太多了。哦，韭菜。还有个葱花。哦，全部一起。对。我们这组确定好吃了，我们先过去。好，大家都做了，我们看它怎么调酱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法烘勾勾黑或三菜，其实它是不是可以不用烫？它是可以不用烫，因为我没有戴手套，所以我想说烫一下，对，你要做生长走摸笨狗，所以摸糖狗也走的。那你这边还有很多的风还辣椒油黑吗？跟一些的花椒油，自己炼的。对，然后俩紫苏梅汁，搞一些的脆梅，安尼是。俩粉系嘛个？俩是油葱酥。都是自己做的。对，每米头同种，所以咱来切豆豆油。哇！你阿头锤不一样，用走过去后，应该就要从那种无菜单料理。对，很高级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哈。好。哎呦，会太油吗？等一下要滤一下，不用担心啦。对，我们这边有翻面大师李志荣师傅，他 cue 他自己呢。要懂南边，因为这个油有点多，撩痛口，而且你要带下应该就撩个油出来了。要不要师傅可以帮我们一下吗？来啊！好，厨师天数来，只能用盘子而已。加油加油！全村的希望，厉害厉害！声优。好，这样就好。谢谢。阿珍做对吗？福利阿姐，试看啦，做对啦，尽力啦。酱料也调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正在调，地北有柠檬汁，然后有鱼露加糖，先让它溶解，然后我们的香菜梗一下冲下绕下去。哦。然后跟师傅这边他们已经，我们看一下。好。可以啦。哦，起款哦。好啦。这样子的。我走对。好，再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哇，2片咩菜咧系艺术品呢？呀，这太美了吧！上面个油葱酥就有像金箔呢。一丝丝咧就好安尼。个淡薄系嘛个，等下。紫苏梅。哦。然后我哋等一下还会煮一些咧紫苏梅酱调落去。哇！你就个咸甜安尼。这一定超棒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去倒数了哈。来，好，烟草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
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那最杯面馆用快餐变出的料理，来煮开蘸掉嘞。马上就先来吃吃看那风吹呀个嘿海鲜白山煎饼，开始来吃吃看哦。哦，有鱼露就先给分哦。好赞哦！哎，最主要是给韩色列豆这种白山的口感，很赞，很好吃。这个酱调的很棒哎。我本身就当中日式海参，啊，贵嘴巴的海参，然后泰式酱汁，还有白鳝，给合起来哦，完全不会违和，非常满足。连金币的酱料啊，还有个海鲜啊，全部有看哈，还有淮山的味道，还有口感。就层次上比较多这样子，所以还不错。哎，谢谢。不离记，你吃到嘞？你吃呛呛哎。嘿，因为这个做的东西，这个种的东西，给它海产，所以做安尼这煎饼好吃。因为俩料理食材当茶饭，当有安尼客家人那个精神，俩食家2碗饭没问题。哦，燕秋姐，你觉得嘞？不要放辣椒的话，小朋友应该会很爱，超好吃。而且又营养满分，什么菜都有，然后还有海鲜。错。不过咱出嚟一片厉害咯，大家可能食嘅冷面吼，日本做用白鳝做嘅面，不过你係板條客家人食嘅板條做嘅面，也叫你食看。好。哦，好满足哦。对，而且咬完海鲜时间给它 Q 感，我吓到了，上面 Q， 中间有点脆，最杯米加上一个怪西，加个小米。其实是一个非常精致哎，就跟怀石料理一样。香港人家下住新聞記料講哦，佢快曬哦，做乜嘅先煎過哦，煎過之後佢下定型之後，就係加用起下出來，好好吃，好好吃哦。而且底白是都按用人涼拌的做法，還有個淮山鮮煎過，還有口感，還有個梅醬汁，味道很好。不離記，你吃到嘞？我吃到個紫薯哦，做的老淮山安尼結合吼，底白色都安尼料理，一顯氣哦。真嘅係當好食，而且很有創意。係啊，你看大家都按呢，有個啥都。身份大家嘿，因为本着我们社规师在推广社造活动的精神，我们希望所做的、所种的是大家都会喜欢的。今天做一张示范有入菜的那个设计安尼，嘿。你今日安樣做出來哦，唔單止係外顯動好看，那個每時吼大家都按哦，你可能會接案接不完哦。謝謝。燕秋姐，你覺得呢？其實這一道菜我們是真的今天第一天做，第一次做，然後就是臨時的創意就這樣子弄出來了。其實味道真的很棒，我覺得很棒，謝謝。咱結合咗客家嘅靈魂啊，板條正價嘅口感，哇，兩組吼都是都非常好食，很有實路啦吼。不過都在師傅應用版拼負呢，加來看哦。好，正經喺當建從，因為師傅呢，家下嘅其他下都討論哦，冇按鍵單品，因為對鐵管開始兩組就已經表現到按讚的。還記得一開始，你做下3層牛肉呀部位，涵蓋呀做嘅6條矮甜點，就已經很讓人驚豔了。不過這種師傅，我剛才拉長一下，讓你再多思考，就上好勢啦吼。上好勢咧。好，這種師傅搶本輸。冷脆熱款。哦，亏我刚才讲这么多，好看吧？那麼多，看就機會，看一下選舉師傅搶不負數，強到係冷脆，讓咧。兩片都做了10分吼，正因東南平分哦。當然我先南村我先講風水那邊吼，那個泰式的醬料我講因為啦吼，蔥的酸呢也就會香味冇按蔥，一說就會魚露貼嗰種鹹。一般泰式它雖然很酸，但是它還會帶一些甜，有一些大宋啦。但是我定嘅就當用水，所以我就甲評分甲東南評分。但是正經講就是那邊密室有較多一些的。好啦，原諒你啦。南水那邊呢都我講，搭步驟都要做到當好啦。比如講油嘅，你唔可以去甲練，山藥油去煎過，又係有怪事，又係有梅嘅，當到全部迄嘢就攏有注意到。
按拄我磨蜜10度啦，当用都当孙啦。哦，我按到哦，可能本去讲起咯。我睇全职师傅，还有其他的想法吗？好，你个风推两片10度每套嘛当好，酱汁嘅部分嘅鱼露就不用较重一丝丝的咧，做得不用嘛个呢，不用一丝丝的个辣，跟每套本去做个泰式酱就会较开胃安用。啊，两片係每套就較鹹一絲絲的啦，那南推兩片呢，真的就做到懂有層次，有軟有脆，有包點安樣嘅紫蘇安樣適度懂好先。啊，唔過做得留一絲嘅黑胡椒粒，含就一絲絲嘅咁嘅味噌，味噌留了嘅山藥係好片油，哦，就青島嘅日本料理啊，伊會刷一點嘅味噌本去煎，煎到嘅每套會較懂好，哦，是冇。唔怕，今日你 Q 用哦，你颁獎，要有當好嘅獎品去送門太切㗎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耶！我覺得啊，今天的 Q Andy 師傅呢，當好菜，做的是都按到好食嘅東西。今日比賽藍翠得到3分，紅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藍翠咯！藍翠了解大頭喵，得到正片票嘅加菜機。来，我们风吹呢听1秒，可是我们这度哎，你看看有多长，我给你听哦。韩国金口方形烤盘，还有粉样梅森果汁机。哇，流口哦！搞，嘿呀就会听1秒哦。哇！还要听1秒哦。对啊，今日用社區代表身份來參加比賽吼，要買心得咯，心清楚咯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，參加安尼發動就係推廣健康的飲食這樣子。啊，所以今日設計基礎元素，愛你樂只是本着健康的元素出發。哇，請君非常勇氣啊！沒感謝秋牛阿姐做在攞到點鐘，還有哈，今天是最好搭檔燕秋姐，雖然冇講到按到位，因為佢下位可能冇買榴蓮。不過嘞，他今天也是功不可沒哦。感謝一家之主的節目，讓我來這一次第1次錄影，然後還得到3000塊，謝謝。我講下衝的話，要講長一點呢。可以的啦，很難得的機會啦。對啊，用實力來說話啦。對，來，我們聽聽我們這邊另外一個燕秋姐的講課啦，哈。燕秋姐佢今日他佢親有效用哦，佢今日做菜咩動英陣，禮拜來參加，心情用辦。東方去提牌來錄影，還有呢來認識很多帥哥美女，還有交流，還有師傅的指導，很愛收穫動到，請問大家，謝謝。有一把老爺好多嘅菜帶上去，喂，number 呢過來比賽，好，好冇？謝謝。我理解，我想講，今日人青春命。因為太咁忙，該可能吹都會唔記得，唔過千萬唔會忘記人嘅掹牙痛。禮拜參加嘅心情，老太太講一下。禮拜做得咯，參加了只一家之主嘅節目吼，係非常嘅歡喜。因為一家做嘅產品掹牙痛，還有一家種嘅菜啦，叫嘅雞上嘅卵，全部就一家嘅食材吼。希望大家有用心。就是因為有壓力要比賽，所以才會動腦也不錯，讓我們這些老人家哈能夠。每個人冇衰好誒，冇有懂可以哦。你們不做得高枕無憂，家家好好睡。係啊，安尼就會放鬆誒，謝謝廖長，啊，多謝。尤其睇起個按用心哦，可能你們要做一些排泄，唔過今日真經講食材法，但烘出來貼貼體管的時間是夠誒。之前忙試過，真的非常的棒。係啊，我知道吼，雖然兩組吼到了比賽之間哦，又秀又讓，不過大家都係注意大家讓價，因為兩組用嘅全部係自家種嘅，喺我對你啊土地吼當友善、當摩托嘅咁樣嘅農產品哦，就係最好嘅事情，所以咪分享大家夾大片法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搶下來哦，不講係沙琪搶下主吹，也係講姊妹搶下來，來也到 V 嘅互相來交流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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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